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回来啊。你好，我是我是阿好。德。中秋过了好无？快乐无？食了有饱无？今日开始，咱其实同一天录音吼，甲顶一集是同一天录音的，所以其实中秋还未到啦，剩2天仔就到啊。但是因为已经伫连假内底啊吼，所以看新闻真侪人，对无？4个人客人，大家家己即个安全来顾好。小注意一下啦，莫讲放松者啊，后壁佫一波就较烦恼咯。放一个煞伤松去，安尼都无好啊。大家若迄个连假期间，逐工大鱼大肉食伤济，该运动的去运动。食的到时嘛是拢爱行啦吼。小窒一下吼，小窒一下，有一寡准窒吼，有一寡站窒。咱之前其实捌伫 Clubhouse 房间讨论过一个准窒甲站窒吼，小可无共款对无？差一丝丝啊。你会使解释一下有啥物意思？这两个字，这两个词的差别。准窒有时讲嘛，其实咧很相似啦哦。比如有些人问讲你小准窒一下吼，口音嘛有关系啦。像我现在甲伊讲，你也一个想者你小准窒者，有时你咱甲咪讲，你嘛较小较站窒的，安尼口语就有佫无共款吼，嘛是讲你莫伤超过啦。我来甲你帮你整理一下吼，简单讲。准窒是较中性的名词啦，意思就是讲咱伫讲一件代志，需要有一寡分寸，需要去思考讲安怎做，才是做了上好的时阵，咱就会讲准窒。我做代志啦。做代志我会加减准窒，意思就是讲我会去思考安怎做才是上适合的。拿捏一个分寸啦。咱讲过犹不及嘛，所以会使伫即个分寸会使抓得真好。那站窒一般都带有一寡负面的词的用法较济啊，因为咱讲一个人无站窒，还是无站无窒。对，有些讲骂的言语意思。嘛会叫人讲你较站窒的，就是讲你做了伤过头。伤超过啊啦。准窒是咱避免伊过头。站窒是你已经过头啊，是要叫你讲莫遐过头，或者是你甲你提醒一下呢，所以这两个用的所在无完全共款啦，所以一个人啊，比如讲你起酒笑，或者甲你大细声，但是你甲讲你较准窒怪怪，这时阵就是爱咁样啊，你讲较站窒的，啉酒就会起标，等等就是毋通安尼所以这时咱得用站窒，特别用准窒。用的所在有无啥共款所在啦哈。那一般咱伫用，当然你若是对家己用，比如讲我做代志会较准窒，你会讲我做代志有站窒嘛会使，但是整体来讲有准窒是佫较合理啦，佫较准，你用法咧佫较准，较精准一丝。较到位啦。小可有一丝无共款，这拄好开头想到来甲大家提醒一下，你若对这两个词有一寡疑问，我知影讲这两个词大概有一寡疑问，有些会乱去咱今日要讲的主题其实甲这无啥物关系。虽然是讲咱拄则甲你叫大家讲你爱少准窒，食连续食4天大鱼大肉小站窒的该运动去运动。但是咧，咱这一集又佫要讲食月饼是高热量月饼家己所以爱家己食月饼啦，爱较你若食伤济，就叫你较站窒咧。你若是还好平常是食无济你家己有准窒，安尼袂要紧家己食身体有小可有准窒。但是咱即个要介绍甲月饼无关系当然中秋既然过啊，咱都无去讲月饼的物件嘛袂去讲文旦啦因为我袂去讲咱共款讲转来咱即个
宜兰的即个在地板豆美食，吼，咱顶解已经讲过一届啊，吼，讲过一集是即个古早，对，嘛有迄个时阵嘛，大概甲大家讲，咱陆陆续续的有继续来讲即个宜兰一寡板豆美食，就真侪项物件，然后还未讲了，但是我就是会参难咧讲吼，凡说过几集啊，来讲一项，过几集讲一项，袂讲小连续一直讲，讲一个互大家参考啊，做通啊试做。你会使试看卖，因为甲即个食谱嘛介绍互大家安尼。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即个主题咧，换做即个西萝卜。西萝卜你应该知影吼，自细汉食到大汉。西萝卜这是尾啊翻的元素啦，其实以前应该是讲，咱一般像讲厝的啦板豆吼，迄厝的板豆就是拢大布棚吼，迄款来做板豆啦。外口啦，伫厝外就对啦吼。啊，迄讲的啦，以早是拢叫做真澎湃杂菜，吼，啊尾啊再好做了西萝卜，甲慢慢来演进的哦。其实杂菜甲西萝卜吼，无完全共款啊。包括宜兰人嘛，定定会讲，宜兰人定定伫即个板豆时阵嘛，定定讲杂菜吼，但是事实上有分啦，嘿，因为应该讲西萝卜虽然甲杂菜伊的即个原油真像吼，伊的做法嘛真像，但是有一寡无啥共款的所在吼，所以伫内底有分出来吼，什么是西萝卜，什么是即个杂菜吼，小可无共款。对啊，因为迄是早期的总谱，咱所讲的无法文雅啦，啊，真相事来讲，毋过迄人。的认定就是讲做杂菜，啊，迄杂菜是大家拢真欢迎。其实伊慢慢都开始发展成即个宜兰的板豆内底吼见的即款料理为主吼，对啊。其实你若伫个较早吼，厝内一般家庭然后朋友来吼，除了咱当讲总铺的板豆以外，你若一般人要招待朋友吼，嘛拢会准备这，吼伊嘛小可牵羹，吼这个牵羹勾芡，牵羹，基本之一的食，迄啦，迄个食。所以西萝卜其实是一款羹汤，吼是羹，伊毋是真正肉。是薄薄啊，啦，是薄薄啊的羹，别讲太高啦。但是讲实在，你若听即个名西萝卜，就讲即个名真蹊跷，听起来真蹊跷。你讲是安那做即个名，甲伊的外形其实完全无共款。因为伊主要的食材吼，拢毋是肉，足奇怪吼。啊，当然随个人介意啦吼，上济是掺肉丝啊，加减掺者肉丝是有。啊，其实即个问题我真久以前就一直就好奇的。吼，最近听定人讲啊，因过去较常用好咸。但是讲实在，我伫宜兰，自细汉到大汉，毋捌用过，嘛毋捌听过好咸，你嘛无对无吼？好咸吼，确实有即个写法啦。但是我毋知影吼，因为即个事的发展到底是安怎发展出来，我毋知影。但是至少伫咧宜兰即个所在，我从来毋捌听过任何人，包括我熟悉70-80岁的所有的人，拢共款。毋捌有人讲过好咸，这叫做区域性的啦。但是因为真侪所在拢有讲好咸这个事，所以我嘛真好奇讲，有的人会认为讲，是毋是好奇是以后加发展出来华语的用词？但是在我这边的认知，我认为可能无啥共款。因为好奇，阮自细汉就像安尼讲，我熟悉所有老岁人嘛拢安尼。你免遐好奇好无？你好奇，好奇，迄好带一个片音伫咧吼，好奇。我敢若无安尼讲，你边仔较无遐有力。毋是啦，我四不像你啦。我若讲我家己咧讲话，啊，就好奇啊，好奇较少安尼讲。其实伊是好奇。应该是安尼啦。正啊，你讲台语是安尼，毋过我第一讲我就四不像，啊，人听有就好。包括我的阿祖吼，民国前7年出世的嘛，我袂记得，反正就足早吼。我自细甲我讲的嘛是讲好奇吼，伊嘛毋捌伫讲好咸，所以依然确实我从来毋捌听过即个事。我其实是利用 Clubhouse 较真讲哦，真侪所在原来会讲好咸，听就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真侪无共款的吸收，真趣味。那咱讲倒来即个西萝卜即个部分哦，因为我就较早就足好奇讲是安那伊是有说肉，你知道吗？明明都根本都无看到肉，你比如鸡汤，大家你叫伊鸡叫伊汤，我拢会使接受，先叫伊肉。所以讲即个名吼，爱好了水，好了有大气哦，人就较记会着，嘿，较大班，啊，就较好奇安尼吼。咁我有去查过。我有去了解过讲即个西萝卜是安那做西萝卜，有原因啦。伊的讲法嘛，足侪款的但是我个人较介，我讲一个我较介意的讲法伊的讲法是讲，即个西萝卜前两个字其实是伫讲日语因为台湾是对日语真侪影响，或者西路是啥物意思？你知影无？毋知。西路就是汤的意思。
比如讲咱台语会讲那个迄个味噌汤，咱讲味噌汁卤，你会安尼念对吧？真侪台湾人安尼念哦，味噌汁卤就是这个汁卤就是汤的意思。所以就汁卤。但是拢背无起来啦。但是千万袂使假熬，毋通假熬。点一个讲我要点一个味噌汁卤汤就伤济汤迄就拢伤暗嘛这两遍汤就伤暗嘛，拢无聊的款味噌汁卤汤啦。即马像我咧煮的味噌汤，还是味噌汁卤拢会染迄个海菜啦。对，台湾人就是你会使讲味噌汁卤，你嘛会使讲味噌汤，但你无味噌汁卤汤，伤水啊，掺伤济水啊，这可能无好食。嘛无人安尼讲啦。另外就是来讲到即个肉咱你要讲西肉肉嘛，咱讲西肉是西肉肉，西肉是来自西路这个词来讲。后壁即个肉有诶讲法认为讲是透过即个料理诶手法，因为古早人要食着肉，讲实在无遐简单。你要来台底多样拜天公，莫讲台底多样，你台只鸡都无遐简单。以前人较嘛是爱真爱大只才有可能。对，特殊诶日子甲有啦。所以明明都无掺肉诶物件，煞有肉诶口感要安怎做咧？所以这就是因诶做法，过去诶人诶一个想空想芳啊，去想看变出一寡步来所以就是创意，即摆来讲做创意，无对甲即个煎诶料理来代替肉就是其实这算讲是早期诶人伫咧资源有限诶时代，尤其宜兰人过去，因为早期就是除了种产以外种植以外，其实是。发展无遐好，早期发展无遐好，较无遐有钱啦。所以到尾当拢互叫后花园嘛，千万甲大家再次提醒，千万毋通伫宜兰人面前甲讲宜兰是后花园，伊会甲你变面，伊会甲你变面。你也去网络顶管，你只要去查出宜兰后花园，你就使看到一大堆宜兰人伫臭干辣椒，你规家伙拢后花园，大家拢伫生气所以千万毋通甲宜兰人安尼讲那毋管咱讲这是咱早期这个生活较困苦的时代，大家伫内底想出来变巧的方式啦所以算讲嘛真古锥那大家对这个西肉肉定定有一个误解就是拢会想讲这甲白菜肉有啥无共款？小可像白菜肉对口感嘛，顶拢真像。对，伊其实真正是无共款。就敢若北部粽甲油饭明明都无共款但是虽然50这已经过啊啦，但是即个肉粽的代志咱都先跳过人过，我袂甲大家玩即个代志。大概拢甲大家玩即个代志，讲，就真侪人甲我讲，即个北部粽甲油饭共款都完全无共款。你是但是就是你是鼻仔甲喙拢害去啊，鼻袂出物件，食袂出物件的味。袂当来讲，迄虽然感受，无紧，但是因为50已经过真久，咱讲过中秋所以我都暂时即个话题每年甲来甲大家玩。咱西肉肉甲白菜肉比起来上大诶无共诶所在，第一是伊诶主料就是伊主要诶材料是啥物咱拄则有讲过，早期宜兰资源有限，生活较困苦，即项西肉肉其实就是有啥倾啥倒出来诶所以这主料就无一定爱是白菜比如讲咱当天气真热，虽然已经算秋天啦但是天气真热前一阵较热诶时阵是竹笋大出诶时阵所以迄个时阵若你做西肉肉，其实就是用竹笋做主料所以就是讲拄到寒天咧即个东北就是大白菜东北山东白菜大白菜东北若大出的时阵，那主料就变成东北所以伊是会得变的伊主料毋是讲一定拢用东北所以伊甲白菜肉上大基本就差伫遮。你若即个白菜肉，你无可能主料是竹笋，实在也无共啦。即个西肉肉，因为咱当讲是有伫适应即个环境发展出来的物件，所以伊会根据伊即个季节伊啥物物件大出，啥物物件做主料安尼。冬季的啦。第二个无共就是即个肉臊。华语也叫做蛋酥啦，酥脆的酥，但是伊的口感其实较像即个肉臊肉燥，伊口感是较像肉燥，因为肉臊足香诶，咱叫嫩臊，对，嫩臊其实是燥肉燥的燥，毋是即个蛋酥诶，毋是肉酥，毋是酥脆的酥，安尼讲较知影其实是安尼啦，是其实肉臊的臊。咱卵本身好啦，我用有的人都。定定讲叫我用宜兰腔讲这卵本身是高食油的物件，是所以卵食油了咧，伊芳开十足真芳，但是
热量非常之悬，真悬。嘿嘿，所以伊迄两素吼，咱讲两素，用诶是毋是一般？伊用个用油落去煎，较大量诶油，而且油都甲油拢食了了，甲你讲，煎甲呢有点赤色，安尼才有做把两素。所以大家若要用诶时阵是建议讲，毋通即个料下伤济，吼，你两素下伤济，迄热量非常细碗一碗，迄热量就要求悬啊，可能比你食月饼佫较悬，哦，所以这大家爱注意一下，要做肉，要做两素无困难，但是这非常之芳啦。咱先来介绍一个即个材料，即个西罗巴的材料。来，咱同款根据着即个，我同款是用即个宜兰杜小月，杜小月餐厅即个阿林西，陈兆林阿林西即个食谱，当然是家庭版本的啦，方便大家伫厝内做会出来。迄个总铺手路菜版本，我想咱都第一是伊伤够工啦，第二是咱嘛无需要去学较复杂。无啦，你毋是要去餐厅办桌，还好啦，咱家己食方便为要啦。你若要食较复杂的，你就去餐厅食就好啦，莫为难家己。好啦，第一咱准备即个肉丝用猪的肩胛肉、肩胛肉肩胛肉的肉丝，差不多1斤。咱是毋是应该讲夹心吧？夹心肉嘛，你讲肩胛夹心肉甲肩胛的所在是毋是同款？我无确定。我确实嘛是较接听着拢是夹心肉，有可能夹心肉有可能是伊即个夹心肉较油分较少，可能是即个所在，因为伊遮写是伊即个食谱是写华语互大家看啦，所以是写猪肩胛肉丝。但是确实，若在咱来讲，我印象中嘛，应该有可能是写，应该是夹心肉的意思。因为虽然我安尼煮较久啊嘛，肉分袂清楚，完全袂清楚。我当时因为工课的关系，甲加减对肉较熟悉。但是我上接做，拢是叫头家讲，我要煮什么，互你帮我看就好。所以我嘛毋管你是，我嘛毋管讲你到底是我要买什么所在肉，伊自然就会拣上好的，互我嘛毋知，甲我传便便安尼。应该是夹心肉无毋对啦，因为这夹心肉我知影伊是较。听你讲这什么肩胛什么是足奇怪，我是照伊这样，因为我确实对猪肉较无遐熟悉啦。对啦，我负责食。是啦，但是我都捌听过安尼我嘛会晓煮，这个宜兰腔煮我嘛会晓煮，但是较少去管打一部位，我无遐熟悉。无去记啦哈。应该是夹心肉，这夹心肉我知影制作夹心肉的部分是较无遐济油分，口感会较好。你去敢够甲问者？我甲来请教我手下这个摊商，毋是手下啦，我市场内底一个摊商应该有真济这个会使来做说明，就是这个物件，是毋是？甲这是同款意思，这我倒是无去纠正一下。过来因为天气开始要转凉啊嘛，冬秋嘛过啊，这较好买就是冬白啊，开始冬较济一束啊，慢慢出来。其实正式爱到11月、12月份天气若较凉了，这个冬白啊佫较济，迄时阵冬白啊确实真好食。就是的冬白啊，迄实在是好食到。无啦，买会晓煮啦。你若真冬白啊，真正好啊，连煮嘛免煮。我捌做过一款，顺续甲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后边食谱的，就是你冬白啊，得拆一片一片。等就是寒天上下，猪肉冬季啦，就是的时阵你若即个猪肉你去买迄个肉片、肉片上好是梅花肉，带一寡油分，你莫讲拢里脊肉，你莫像讲夹心肉啦、里脊肉，迄拢较无适合。伤散无好食。你甲即个冬白啊，拆一片一片，一片即个冬白啊，顶悬塔一片猪肉，搁塔一片冬白，搁塔一片，就一圆一圆咱塔起来。敢若高定锤啊，甲塔起来。甲拆起来，摆伫即个你若有铸铁锅上好，摆伫铸铁锅内底，中你会使放一寡。爱平顶吗？铸铁锅本来就平顶的，你无可能摕来炒菜，铸铁锅动坏坏想摕起来。你讲就是一般铸铁锅用迄动，但是迄上好用。你甲摆伫内摆好，拢免掺水，中放一撮菇啦，香，看你要放什么香菇啊啥，放一撮即个，放一撮即个蛤蟆嘛会使，较芳，砍起来，拢免加水，开小火温温火安尼，过日困啊，你甲拍开看因为冬白啊本身会出水，尤其钓鱼水分真高。
你起来进前掺一撮盐拌拌的，直接吃，夭寿好吃。当然你肉爱经了，好吃佫夭寿。我赞叹语气啊！你肉爱经了好，你肉一定要有刺。所以建议你若要食一款买传统市场的肉会较好。用培根。培根嘛是会，但我感觉培根本身已经处理过，迄个肉味较重，会加即个东北仔的味掺过，较无菜。你若好食的猪肉，伊迄个有带有一款敢若奶油迄个感觉，巴达迄个感觉足香的。你用免掺其他调味哦，你就敢若加盐就够啊，一撮盐粉就够啊。加即个起来甲加就好啊，甲加即个东北仔迄时阵就好食，两个人做伙食，拢免技术，拢免啥，你就是开门然后有铸铁锅，肉爱买好，肉一定爱买有青的。就是一片东北仔，一片肉。这叫做猪肉白菜千层，你若唔知影，千层的唇膏顶做艺术一层一层一点起来呢。所以你若是唔知影讲想要个查看嘛，你只要搜寻猪肉白菜千层，去网络顶面查找这个猪肉白菜千层，你就一定看到这食谱足简单的，会使讲任何人拢有法度做甲到，只要你着时，这非常简单啊，夭寿好食，好食甲。因为我一直讲夭寿好食，真正比真好食，佫较夭寿的好食。你会使去试看嘛，亚特讲有影无影？我之前捌做过，真正就好食。你会使去试。讲到咱会甲你即个食谱，已经讲去别个食谱去啊。即个西罗瓦食谱，当讲到即个嘉心肉的肉丝一斤，过来。即个东北仔嘛一斤，一斤就一斤差不多偌大量。打一粒东北仔差不多偌大，毋知，反正你就大概甲点价讲你差不多爱偌济，安尼就知影。即个打的香菇、香菇干，打的香菇差不多30公克。淡的会使吧？淡的嘛是会使，但是我是感觉打的香菇的芳气较高，伊有甲一寡甲迄落一般的香菇无啥共款，其实空扫过的即个香菇小可无共款。过来即个红芩芨、红菜头，看你要来讲红萝卜，做20公克。过来即个物件较特别咯，做尾苴。尾苴是啥嘛？尾苴白白安尼哈呢，尾毋敢食咧。我都无啥敢食尾苴，我无介迄个口感。尾苴其实华语叫做荸荠。对。这是真侪物件会用。烧安尼食。烧的感觉，我毋知烧大家听有无，就是。敢若沙沙安尼迄个形。小可敢若脆脆沙沙的，但是甲脆佫小可无共款，伊毋是像德顺食起来脆脆，毋是脆脆。无共款。我讲袂出迄个感觉。我无啥介意口感。假如顺。我家庭顺我较无介意个口感，但是因为掺这个物件当然有诶无掺，有掺这有诶物件是看你家己个人介意。你介意就咱过来葱啊，来这个林使专工写3星葱啦，但是咱无要紧啦，一般葱都会使啦，差不多4支诶个。过来有一款物件叫做扁鱼，扁鱼知影吗？扁鱼是一款。跟敢若柴鱼这样，柴鱼为做规地有共款的意思，但是足细尾的，大细外口超市嘛拢有伫卖，超市啦、市场定拢有伫卖，无大尾，一片一片啊安尼胖胖迄个讲，迄都其实做调味你用的做扁鱼。迄种的咱若去观光的所在有卖，有一寡海边啊，一寡店嘛拢会卖处理过的。对，因为一包一包，你一讲我就想到，扁鱼迄做扁鱼，迄一束都有够啊，你直接食嘛会使，其实做细小嘛无要紧啦，但是一般是料理你用的。无啦，迄观光迄人是做好的啦。嘛有处理好，这只要10公克一束就好啊，几尾也就有够。过来高汤就像咱顶下伫讲高渣共款，这个高汤就是看你要用哪一款打一羹的。去熬汤还是买几罐的？你若便当家己处理你就是反正去外口买啦。这个欢迎彭大师来植入，甲大家别来买广告啊！是鲜味炒手讲一羹的吗？我毋知啊，凊彩反正就是这个高汤你要准备到5杯个5熬的量啦。过来猪油这个林师特别爱用猪油啦。猪油较芳啦。之前几多年前发生这个黑心油、黑心油的事件了，其实真侪人讲，因为做真侪物件需要用到猪油，到尾就开始流行讲家己出猪油，家己逼猪油。阮即厝边拢我定定逼猪油比较芳的啊。对，但猪油但这对这料理较有帮助。其实共款你若炒青菜，真侪人都会讲伊较介意用猪油来炒青菜，或者芳味是无共款。较有味。当然，当然人较重视这个健康养生安尼，所以。
较接会用一寡像葵花油、橄榄油吼，啊，拢100%的纯橄榄油，迄种较少滴用猪油啦。植物油对人体敢若负担嘛是较重一寡吼。但是若少量，也是你有当时真正要做一个较特别的料理，我想加减还佫会使啦。嘛是需要用到伊的特色啦。嘿，过来就是咱的卵吼，要做咱这卵要做卵素吼，卵素吼。调工我调工咧讲吼，因为其实我除非是甲老岁人讲的，无我嘛真少用伫即个发音啦。虽然我家己知影，我有当时嘛会用，但是用的量较无遐济啊。除非着调工要用啦吼。即个鸭卵甲鸡卵拢有吼，因为伊少爱用鸭卵，我嘛毋知是安怎。因兜有饲鸭的款，听讲口感嘛有差。鸭卵口感会较结实，较 Q 一丝吼，所以伊准备2粒鸭卵一粒鸡卵吼，惊大家听袂惯是好转转来吼，2粒鸭卵甲1粒鸡卵吼，总共3粒，鸭卵嘛较大粒一丝嘛，一般来讲，吼，这是3粒卵吼，过来即个盐水看谁人介意啦，一杯仔就够啊，就是香菜，元水盐水吼，一杯仔就够，过来调味的一寡材料嘛，就简单吼，豆油吼，基本上豆油啦、糖啦，有掺一个较特别做胡椒油啦。但胡椒油讲实在我嘛毋知是啥物物件。胡椒油真少听但是我感觉无差咧，你若是有的人根据你家己的需要，嘿，你看说胡椒粉吼，加其他油啥，我是感觉拢无要紧啦，因为调味嘛是个人的口感嘛。比如讲你平常时你都无特别介意即款的油的味，你嘛无一定爱掺即个物件吼，这是真自在的一个料理。过来就香油吼，香油，家己嘛准备一刷。因为有的东西，这大部分东西除了咱讲即个胡椒油较少，其他拢出来就有吼，所以我都无特别甲大家讲爱偌济，你本来就一定会有的物件。好，咱来讲一下这个做法吼，咱的这个料理的做法。第一，咱要先把物件拢洗清气吼，包括这个红珍珠、红菜头啦、马吉、这个东白啊、葱啊、盐水，拢甲准备好，洗好。夹心肉、香，这个香菇吼，干香菇咱一般来讲哈，我想不起来。咱干香菇、香菇干，刚刚你讲我袂记得。对啊，普通就是普通就是拢讲香菇，像阮遐底下出产的香菇，拢讲你这番仔菇安尼讲是无啦，迄嘛无什么轻视，也是无礼貌，迄是习惯。其实是你讲像南澳啦、台东这所在，主要是这个咱讲山地乡，对，原住民乡啦，较济所在。当时迄个所在嘛，就定定咧种这个椴木香菇，对，迄应该属于椴木香菇。对，因拢家己背。因为这边出来，家己去烘焙好大，因会较芳，所以真侪人爱买，迄落讲有番仔菇，所以就听讲想要分别啦，无啦，伊迄重点是分别啦。意思讲有诶像大陆菇嘛，你嘛是会安尼讲啊。但是讲就我所在单嘛真少啊啦，单敢若做诶嘛较少啊。是有较少啦，嘛是有像真侪人买了关系，嘛是拢爱去遐买。你若少年人就是无差啦，就去超市买一个，市场买一个就好啊，因为是无俗咧。十岁啊店迄落即满香菇足贵其实香菇无俗咧。话较好一岁拢千外元。我足奇怪，即个物件是种伫迄落插头顶管，爱讲啊，一直生一直种诶物件。爱啊。这我都无了解啊！咱物件拢甲洗好清气，你香菇就是爱浸水嘛，爱泡伫水底，泡嫩，泡碰起来安尼。过来，即个准备用好了，就甲即个香菇、红珍珠、马吉、东白啊，加即个肉丝，拢摕来，应该讲即个夹心肉拢摕来切丝啦。这几项物件拢切丝，葱仔就切一段一段都会使啊嘛。扁鱼切落细块一束一束啊，因为迄重点是要熬汤的意思。所以你就是切幼啊就好啊安尼。过来，咱来准备来做即个上重要卵素。你若要煮即个。西萝卜卵素绝对袂使无。对，这是足主要的物件。你若无掺卵素，你就莫甲我讲这是西萝卜，这最重要。我就减一味去，这个主要的哦。毋是干那西萝卜有卵素，但是西萝卜一定会加卵素。一定爱。你要用什么料？我感觉这大家拢会使，家己去参考。但是卵素袂使无。对。这个鸭卵甲鸡卵吼，咱甲拍做伙，拍好焦，拍好焦匀了，要摕一个台仔就是滤网，你摕个较细包的滤网。台啦，我迄个金迄个。油吼，你先加准小火就好啊，细火啊，尼差不多100度左右，你这个卵吼泡，确定啊泡焦匀吼，泡焦匀了，
你手摕咧摕伫即个台啊摕伫油鼎顶悬，毋通绑着油啦，留一寡即个悬度，反正20公分啊左右，即个卵素甲倒入去咱的台啊，一边手安尼切吼，互伊即个所有的即个卵吼，会使经过即个空芳吼，就是台啊空芳流出来，变一丝一丝安尼，入去啊油鼎，伊因入油鼎了就固定啊嘛，所以就变成一丝一丝的感觉。我甲你讲，你无介绍即个台啊是要做啥吼？即个台啊，咱会当以早较少年可能毋知，咱即摆伫用老菜无？咱若沙菜爱卡起来，迄较大支的。你什么台啊？你若是油的伤油吼，咱有些细房啊去吼，迄你留袂出来。所以你较慢无毋对，我两款拢试过咧，我嘛用过，但是无好用。用，对，我即摆就是来讲，你睇你讲提醒拍一空迄款的对你咱若沙菜，咱会用迄款的台啊，较菜起来，吼沙菜啊，你就是要用迄要过滤，你要高青菜起来时，伊挺解出来。你若用网啊时，沙菜这甲大家补充一下。用咱好物件大空的。即个卡啦，一般啦，就讲台啊，大概有2款物件啦。一款就是用网仔做的，迄款就油肉的，可能就是咧用一寡粉啊，啥，比如讲你若伫做鸡卵糕，你的米粉爱过胎，迄就足油的油肉的，因为这就是较粗一丝丝的米粉，我都不爱啊。这是即款的，但咱打讲的是另外一款台啊。包括你讲，若用卵就是嘛，用这油网啊。咱若有时啊，伫加迄个炊卵，有一工你定讲迄卵炊较遮水，迄有时就是佫过胎过。第一，咱卵有迄个筋嘛，吼，所以迄个筋会甲扭掉，喙着敢若布丁粉就水。但是咱搭要讲的是，做即个卵做这卵是另外一款粗空的，应该讲伊的材质嘛无共款吼，伊都毋是网啊，伊是即个规做嘿，敢若卡是不锈钢，一般用是即个白铁啊做为主吼，白铁啊落空落一个圆的空，当然大细空加减无差，但是绝对是比咱拄仔讲款网啊做的迄款的来加真大空，主要就是高物件起来啦，你若撒鸡撒衫那个高起来吼，就水随时会流掉的，款的就有会使。伊个空拢统一的，但是即摆就用白铁啊，以早有用迄个阿鲁米啊。即摆是拢用迄个，但是你特别袂使伤细支啊，你无好留。你所以讲你拍迄个要做卵素，一定爱即个大空，前面摇卵倒落，手往摇，因为你这卵若是会水。你这卵，因为你若是要倒入迄个网啊迄款的吼，伊咬脱掉咧啦，袂惊，袂做哩。我捌试过，啦嘛毋是讲完全袂做哩，但是你就是变讲你另外一支手顶悬去用其他物件甲移落吼，但是好处伊其实有一个好处哦，伊佫较油嘿。但是当然卵素看你个人需要，有的人需要遮油的我都无意见啦，但是无好做。一般你用即个落空的台啊，就会使。毋是伤油嘛无好，因为你食袂着，你若较粗细的时候，有的人爱迄个口感啦，但有的是要欠芳用的。对，你较食着迄个口感，你伤油就无去啊！你毋知你食啥，你有安尼较多开始头一批拄落迄批是无啥会塌着，是讲后壁因为内底还佫留一寡伫咧，就较较塌掉。一个啊，你若想捌咧睇啊，一个啊，是你就是塌掉。以3粒卵来讲，我嘛是建议讲，你若讲一粒卵，我就讲还好。对啦，但是你若3粒卵来讲，我嘛是建议讲，你用迄个落空的台啊，大空的，当然是白铁啊为主啦，对。但是你嘛毋是涂油啊，你是爱伫油的顶悬流啊，所以讲爱互伊落落内底吼，你毋是规个放油内底。无是安怎流落去，流落油顶。咱所以讲落去，你手爱摇，伊才袂结规做伙啊。这卵全部拢入去咱油鼎了后，你啊等伊煎吼，你会使拿个爱小拍叮当，拍叮当，无紧，莫互拢连做伙你个泡长无紧吼，用即个碟啊去泡长，差不多甲伊变个即个金黄色吼，金色啊，赤赤的感觉，或者是甚至小可咖啡色。我要伫要炒伙打进前，毋通不甲炒伙打，但是嘛无法紧炒伙打，讲实在，我讲卵其实无遐够炒伙打咧，伊就够食油，伊无得惊的感觉。你伤过就无好食，嘛无好啦，就是差不多赤赤的感觉吼，就使先甲裹起来，边仔过等伊即个油吼，但是其实你袂打啦，因为拢会食入去，其实最后拢是食入去卵内底啦，就够食油的。咱若用菜，但是嘛现在还好啦，嘿啦。但是确实迄足芳的，你到时裹起来知影哦。有够好，评价足好诶。
过来吼，咱准备一个这鼎要来准备炒菜用的，甲这个猪油先落鼎，过来这个葱仔，咱准备4支葱仔，差不多摕一半就好，先放一半的葱仔落去炒，芡芳一个，爆香就芡芳一个，过来咱当讲扁鱼，扁鱼嘛切幼幼啊，嘛迄落来再继续做伙炒，过来。这个东北啊落鼎，当然同款咱当然讲到，若什么季节大出什么你用什么做主料，你就放什么物件啦。过来炒一下了，甲这个高汤嘛，甲倒入鼎底本来用炒的嘛，倒就已经汤嘛加入去啊，就互伊去滚，滚就是滚甲这个东北啊煮甲烂。你用讲高汤，你就是讲你嘛爱传递啊，你是买规罐的蛋就对啊。对啊，咱头前段就讲嘛，不管你是用什么大师还是用什么都会使。对啦，你就爱传递。其实讲实在啦，你若口味无食较重，我认为讲你就算毋是高汤，你用水嘛不要紧。对，因为你头前准备的物件味其实拢足重的。对，啊，因为你这高汤两色落去都拢有够。但是因为像这人请人客或者是你无甲当做一个主食伫食，当做一道菜来讲，你也配饭。所以你若配饭配面也是安那，当然你就会希望这料理的味会较重，所以你用高汤。但你若讲我今日这个东北啊煮出来这道这项料理是我要做主食，我要替食的，我直接食。其实你就无，我认为讲你无一定要搁放较高汤。咱当讲到扁鱼啊，搁这料其实味拢真香啊。你盐分有够，胡椒淋一寡，其实就足有够啊。这就在人家己欢喜。但是照伊原本的这个讲法是讲你的高汤嘛会入鼎。落鼎了，搁这个东北啊，甲煮好烂，滚好烂了，甲滚好烂了，甲摕起来，全部甲裹起来就备用，规鼎摕起来备用。过来，咱就爱用煮的啊，炒好甲煮啊，其实嘛是真够工。这个鼎内底共款掺一撮油，剩的咱还有剩一半的葱仔嘛，共款搁芡芳。这个这个煮的用鼎那过来肉丝、香菇丝，这主要拢还袂掺入去的。对，还搁另外肉丝、香菇丝、红金枝嘛，已经切丝啊，买籽。拢先甲摕落吼，对嘛，小炒者芡芳者了，倒入咱拄则有这个东北啊，这个高汤规组拢甲倒落，啊，甲拌做伙，拌到焦，合菜类啊，搁开这个小火小看搁互这个味大家来淋做伙淋较焦匀者，包括咱拄仔讲这调味，调味就是咱拄则有讲到讲像这个豆油豆油你会使下这个3汤匙啊左右，先看啦，虽然汤匙啊，甲你的鼎大小拢无共款。我是建议你先掺一撮，先莫伤重，刺激口味。对，因为它内底物件是熟的，所以你免烦恼讲食到青的物件，你会使刺激汤的口味。讲咸度，使搁增加一撮你就搁添一撮豆油一汤匙2汤匙差不多，这是写3汤匙但是建议讲大家一撮，因为我也知影你的汤匙偌大碗。我用迄个汤，你一个汤匙内底跟我讲共款变大所以拢无共款就你在人。无啦，豆油顶是嘛有插色的关系啦。你看起来感觉敢若较好食，嘿啦。过来就是这个。唔好掺甲伤乌啦。嘿，无毋对。过来糖，因为其实你若要咸度，你搁掺一撮盐去补充嘛，无要紧。过来糖，糖嘛爱淋一汤匙啊，因为见加减带一丝丝甜味。你若台南人，你会使下3汤匙我嘛无意见。但阮这上伫宜兰，阮糖的比例拢较少。对。宜兰食物件，我有时就拢，我若甲你煮就拢无会咧。因为宜兰食物件较带咸，过去。这个生活的关系，对啦。较早是甲台南真无共款，宜兰是你要种田嘛，要做事，所以你规工安尼落来爱留足济罐，你补充物件，补充这食物是最重要，但是无遮济好物件通食。食白饭是已经足好的淀粉质，但是你要食白饭，你总爱有物件通好配所以就一丝物件都用真咸，用正咸安尼。你一丝一粒物件，你就会使配规碗饭，方便你紧来食，紧来去做事。酸菜包拢啊配迄安尼食太多。咱有蜜饯有鸭肠，拢是做就咸的啊，佮保存物件需要。蜜饯较无咸啦，蜜饯较甜啦，蜜饯算甜，算细修啊，你就讲菜包粿啦，罔加咸，这就是讲罔加咸啦。拢会偏较咸，那是宜兰伫食要配饭啊。过来这个胡椒，当然遮写胡椒油啦，但我建议讲，其实像这款鸡啦鸡毋管你要怎讲就汤类的掺一撮胡椒，其实较香啦，较香。过来滴一撮香油香油、香油，但拢安怎讲较济。我敢若等下讲香油，等下讲香油，拢会使啦，听有都。我敢若无特别讲较济事，我两个敢若拢会讲。我嘛拢讲香油较济，真少你讲香油。一汤匙差不多一汤匙就汤匙你莫伤大汤匙因为香油其实味
真重，我认为讲伊味没啦，真重。你若做了罐是，我哪直接摕来规罐安尼载地就好啊，搁你量偌这是济。要互这无习惯无习惯煮的人嘿吼，你袂使叫袂使伊家己听我你讲凭经验，叫伊凭经验会出代志。吼，所以一输啊，先一汤时啊，慢慢啊加，慢慢倒看卖吼，试看卖感觉。莫讲你一汤内底还有小油配配又搁油又搁咸哦，就无好又搁咸哦，吞袂落啊，有咸有诶，有诶掺一丝咸盐一丝啊，搁较提味。敢若咸姜仔即个事嘛，各地拢无共款。啊，是安尼哦。咱是讲咸姜仔。咸椒啊。咸椒啊嘛有，但是咱无安尼讲。咱讲咸姜啊。但即个所在拢无共款啦，但这咱就袂有限去啊。吼啊，你这调味料甲这物件全部拢爱炒好焦匀吼，味才会入味吼，才会入味。过来上尾啊，顶悬才会放即个卵素。吼，咱都做好诶卵素，甲铺起哩，啊，甲搁互小火滚一下，吼，一下就会使啊，吼，然后规个拢焦匀了，就全部摕出来，摕出来了，就顶悬一撮盐水，吼，来提味，安尼就会使，吼，安尼就一道足澎湃诶菜啊，嘿，无毋对吼，即个咱来补充一下吼，即个扁鱼，吼，咱当有种扁鱼干吼，扁鱼其实就是做沙茶酱。牛头牌沙茶酱的我，牛头牌欢迎来赞助。牛头牌沙茶酱因用的哦，记得因为讲实在啦，因为我沙茶酱我嘛敢若熟成牛头牌，家己厝内做迄款无算啦。然后讲有诶人有诶像火锅店有做家己诶，对，因家己诶招牌对。那一般咱上知影就是牛头牌嘛，这牛是广告啦，牛头啊，牛头牌沙茶吼，咱沙茶酱咱会放内底主要原料其实就是即个扁鱼。啊，扁鱼啥？其实就是伊是一款袂使讲一款一类诶鱼仔诶统称吼，像咱讲比目鱼、蝶鱼拢扁啊一片迄款诶吼，啊较细尾啊，啊是真济，其实迄是真济品种啦，毋是敢若一款尔吼，这统称叫做扁鱼。扁鱼嘿，啊伊诶味吼较真鲜，真芳，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肉薄啊，扁啊，无啥物白，大尾啊佫有吼，但是像种细尾诶物件，有诶品种较细尾。无法度直接安尼食，你是要安怎食？啊，佮带气带啥？嘿，所以即款一般都会加工甲拍成干。啊，除了摕来做即个沙茶酱以外吼，你摕来入菜，比如讲你像咱拄仔讲甲切落油吼，摕来炒菜啦，还是摕来控汤，做汤头，还是放入去火锅内底做伙煮、做伙滚吼，拢非常之鲜吼。这提鲜呐，嘿，这就是伊的做法吼，就是这扁鱼。有当时我看嘛伫卖，味道佫较好安尼。顺便来补充一个，有当时做一款物件叫做开阳白菜，开阳白菜吼，就是这东北白菜无共款的，咱开阳白菜其实你用东北亚都会使啊，吼，但是有一个所在上无共款的，咱当讲即个西萝卜甲白菜肉本身是无共款的，吼，当然开阳白菜甲西萝卜嘛是无共款的，开阳白菜是伊的重点是咱即个完全来拢无讲到，就是虾米搭的即个虾米。我意思拢讲虾米咧。其实虾米这是来自即个日语的词，但是这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哦，你千万莫甲日本人讲。虾米，因为虾米好像是日语内底是蛇的意思。对，真正这个虾米吼，日语内底是虾米。对，我有偷啦，虾米哦，我知啦，偷这袂记哩。所以你讲你要掺抓吧吼，会讲对吼。所以我调工讲用虾米吼，就是要甲你讲这毋是。对。你若要用照你念伫台湾人会使念虾米是无要紧，台湾人一定听你。我毋是虾米，我是虾米。共款啊，对啊，虾米啊。米。对啊，无咱台语我根本无人讲虾米，但是其实台语腔我应该讲毋对吧？一般是 B 啦，B 哈，伊就是你若用英语写是 B 无毋对，但是事实上即个发音是发生较接近 B 的声吼。对啦，我伫想可能有人听袂出来，我拄仔讲甲你讲的是无共款，差一丝丝啊，但是无紧。迄个做小虾米。虾米，小的，咱毋是虾皮哦，佢种虾皮怎样，就是敢若壳安尼，较大，就是敢若纯壳去看咧，它这个更小的，这就是外口嘛，超市拢伫卖，吼，超级市场拢伫卖，会使去看卖，但咱就是讲我做欠芳啦，欠芳用诶，吼，所以你若做开阳白菜，就是即个东北啊，吼，开阳白菜都会用到即个物件吼，啊，其实伊伫台语个一个俗称叫做金钩虾。这是咱遮较无伫讲，但是伫其他所在有人讲金钩虾。啊，过去因为即个虾啊，吼，互人认为有保养啦，吼，是保养的圣品。所以保养啥意思？
就是食了会变叫呢，食什么蚵仔啦、虾仔啦，或者一寡海产，人就讲你是今仔要社会创啥呢？上讲迄啊，什么迄啊，剩一支嘴安尼变叫者，是安尼。所以是安那叫做开阳，壮阳啦，壮阳的意思啦。但是伊毋是写壮阳啊，无好听吼。所以是安那叫做开阳白菜，即个开阳，到尾就是来煮成虾啊，即款虾米吼，虾米吼，拢会使吼。就即款虾米的代称就对啊，讲雅称较好听呢。但当时嘛是你家己讲食这你的变叫意思吼，所以开阳白菜是安尼来的。开阳是什么意思？开阳啊，好啦。但当然即个物件，因为即个虾米嘛是空瘦过吼，伊较大。你要煮进前，原则上嘛是要先浸水，还是浸酒？稍微浸水、浸酒拢会使吼，浸过泡好嫩，浸好嫩了，再来看芳使用。这主要是差别伫遮，顺手大家补充一下。虽然今日讲有几项菜小可咸，佫无完全共款。第一西萝卜，第二就是白菜肉，第三开阳白菜。我即上开阳白菜甲白菜肉上大差别就是。即个开阳有掺无掺啦，上简单是安尼。那我家己做开阳白菜时，我是会掺两素，我嘛是掺一撮两素。家己介意就好啦，就是根据我家己的介意啦。当看见的程度无共款，掺的料嘛无共款。开阳白菜其实也是以白菜为上，就是即个大白菜，白莲啊，不是白莲，当白啊，当白啊啦，白莲是菠菜吼。以即个大白菜当白啊为主题吼，所以伊边仔掺的物件，比如讲你掺，毋管你掺香菇丝啊，是掺即个红珍珠，拢是比例较少，但是咱若是要做即个西萝卜，伊是即个羹吼，羹的羹汤吼，所以伊的所有比例就较济，所有物件拢会较济。你的配料就拢爱迄落准备较齐全啦。嘿，对，你的当做是伊是一碗羹汤吼，所以毋是干那一个白菜，白菜拢重点是白菜，就是即个东北啊吼，意思是无啥共款的。对，当有一寡细微的差别啊，一寡细节上的无共款吼，甲大家来分享。好，咱今日食的故事讲完啦吼，特别50分钟，顶一集拄好半点钟，这集又又伤长啊，讲到食就讲伤长啊，我倒。好啦，咱毋知影今日大家对即个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哈，这一集啊，这个毋是故事啦，哈，这个是料理哈。然后之前嘛有讲嘛，介绍真济在地，包括全台湾吼，无共款的物件吼，所以无一定敢若是故事，包括咱当讲这甲文化真有关系的料理，饮食的文化啦，吼，嘛是拢是。或者这个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指教甲这建议吼，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Mixer Box 留言互我。另外嘛，咱到这个 Instagram Facebook 查找亚特聊天来搞互动。我是咱今日节目就到这咯，好，拜拜，谢谢，拜拜。